学中庸修大宗，进行中庸心来中，形成以外持容显，因形呢一个字形，无性一个形形成以外持容，容于长官、张长官、张长官还有张太太，哇，都是我心目中的强人强者年纪那么大我不怕那个行动困难较济啊较受过伤掠死家己安尼掠行，行一步有当时真足久咱都行，佫足济间的班拢有来参加，真正足无简单的啦张长官张太太我足用心甲帮忙照顾，真正迄是我我心目中的强者强者，咱足济年者有白头山有班拢一定参加这嘛是我心目中的强者我想讲来讲一寡心目中的强者咱听看你敢是安尼想第一就是讲咱孙母老大人母代牺牲的精神，后来就是咱好老前人哪有甲继承起来第五代牺牲财产成这类代志，牺牲命负难堪袂变初心为代志牺牲功课不给为代志，牺牲家族的情爱为代志佫牺牲性命不顾为代用牺牲大牺牲。有人听台语听袂来，就讲这嘛是一种训练的台语讲了要讲紧足线下，要是讲语讲甲会足顺足溜了这嘛是一种考验的。我过来学习一下但可能耽误一两分钟，原谅解一下。伊从那个一人持有志牺牲财产竞技为大义，牺牲名利难堪为大人，牺牲家族情爱为大慈，牺牲生命不顾为大勇，牺牲功国计较不计较为大智大义大人大慈大勇大智智人有个家，大义大慈前学们智慧很高这个耳根圆通的修这个耳根圆通的很适合的。前学们来这边学这个世书我们有学了很多经典的这个经而会开悟这耳根圆通法依经圆通法来讲的这个五代弥星可能这堂课啦今仔来。编传书中国开放坐飞机坐过来真方便啦有人家进来助理来是互人派去台湾的所在负责一方的道路真无简单这才是我心目中的强者编传书呢真正有天命的天命的宝贵真济泰国的出家人一个场所安尼规甲好满500-600个人做一伙抽一罐膏迄个做啥物？泰国警察学校的教官拢劝退警察学校的学生劝退拢抽一罐膏天主教的修女小年迄衫穿过才有挂迄手机的迄嘛咧抽膏呢所以讲膏的尊贵啦咱教会真尊贵啦讲有这个时代因为时势已经咧变到讲人心的变化可能足极端啦所以迄抽膏在道中就不在接受中啦，在道中就不在接受中啦有当时大人感觉伊咧啦会失败啦咱想讲就是呢咱大人抽膏敢有迄个身份的机会啦上计是敢若做迄个安卡尔就是因为有大人办桌抽膏这个机会敢有可能讲将来身份啦教门上天主庇啦那搁我看讲大人大到有迄艰苦事
即嘛心中的强者来，第三就是讲，咱咧困到吼，咧照顾家庭、换家庭吼，安尼一生受遮济苦劳吼，哇，伊咧交经验吼，迄强者吼，哇，真无简单啦吼，啊，佫会当陪了事事吼，行办道路吼，伊敢是互学师目中的强者吼。因为来讲讲要渡人的吼，你看日本的观念摊主讲，为着要渡兄弟姊妹，遇到讲，安尼一户叫弄18万户，结果是敢实际哪好弄？毋拄好叫狗出来加球哇，惨个吼！迄狗加球竟然上好卖啦，互安尼家叫加死安怎呢？无死啦我甲你迄拄好寒天有穿迄个卫生裤，足厚的迄个卫生裤呢。啊，无一点通要加外穿落啊。卫生裤拢穿个较厚的迄个。啊来是加到大力。有阵咱荷兰是爱叫如果有狗来做做加，所以咱较做冒险的吼。所以咱家己大人还是勇士的吼。迄嘛是互我心目中的强者吼。咱道中真侪经验吼，开办队伍迄嘛是互我心目中的强者。哎呀，互我讲咱一心目中的强者，到底要安怎去较强的呢？咱就爱想讲会当体解大道的，发无上心的，当发菩提心的、成佛的心的、成道的心的，不忘初志啊吼。这今日金如地海，地非如海吼。来，弘利大众，一切无碍迄互我想要追求的目标。安尼历史上毋捌见过有法度修甲成地地地菩萨啊，佫有经典足出名叫做六祖大经头拄仔知影是讲着迄四分一灵，就是来自于六祖大经哎呀，互我可能讲占用上一时间咧。讲着四分一灵，就是爱去参考六祖大经第一品、第二品，就咱整一个传记传记来看电影，看叫做六祖传主要就是第一品讲着迄个五祖要传迄个道要互咱做什么因为这个道了开幕讲着四分一灵这无简单是安怎要强调六祖慧眼老师？伊伫做茶伫做茶摕去卖摕着钱出来听着人咧念金刚经听着应无所住，疑心安尼讲着有大感冒啦就想要去下苦啦，要拜师要千里访名师，万里求考行1个月尾，行1000万公里，迄我心目中的强者即摆人讲要行台湾生一日100公里所以讲足无简单的哎呀，迄个是讲着大命骗咱也袂死的袂咧交关有当时咱个关的所以咱爱注意就是安尼歹势啦，咱借咱个时间总是讲一寡大家互相鼓励勉励啦感恩谢谢。种种滋养呢，就是讲，伫咱的困难的当中，咱也有法度来去做，那么会当成就了这个大义、大德、大勇，这就是诸佛菩萨呢。那么伊之所以会当成就，就是勇勇的成就，也就是讲伫困难中，伫这个会当化，伫阻力的内底，会当阻力化为助力，伫将来当中呢，咱会当去突破。安尼呢，才是真正大义、大利、大勇再来呢，就咱对一个情形呢，要来甲咱做一个分享。咱分到这边敢有？